受到歹外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花东的海墘啊，昨昏开始出现大涌。伫花莲有3个学生，昨昏去新城嘉湾的海墘啊耍水，一个姓周的查甫学生去互大涌加落海底，让一个姓李的学生是落水底要去甲救，两个人就伫海顶浮咧沉咧。海巡艇甲姓周的学生救起来，到下晡3点外有找到姓李的学生，不过是已经无喘气、无心跳。 现场是有赶紧送病院急救。花莲新城嘉湾二八中道发生2个囡仔互海涌过去，其中姓周的学生捌伫咧海面顶浮浮沉沉，消防甲海巡人员赶到现场救人，并且出动空困直升机到3港救人。跟他们说就是不要太靠近啊，他们说没事没事这样，是没有看到他们掉下去，是那个小朋友跑上来说他们被卷下去。 巡航艇伫咧嘉湾外海0.2海里的所在发现查某囡仔，用遥控式游泳裤啊去救援，甲步入去海底11岁姓周的查某囡仔救起来，状况正好，无性命危险。在嘉湾海域有2名同学失足落水，那海巡艇到达现场之后，成功将1名漂浮的同学成功救援。海巡艇甲空困总队直升机继续找12岁姓李的查某囡仔。 下昼3点37，伫三站溪出海口找到姓李的查某囡仔，已经无喘气、心跳，头壳有空水，用沙波车甲伊载到救护车顶做 CPR， 赶紧送国军花莲总病院急救。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东台湾的海边已经有大涌，所有沿海应有3-4公尺悬，海上正无稳定，民众要特别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